怎么，你的伤又发作了？没事，我没事的。你伤得这么重，自然无法到达周国。我会派人去告诉元清所，请他务必等候。你还是先把伤养好了再去接他。来人，夫人，殿下的伤势又复发了，好好伺候殿下。是。还有，叫太医过来。是。殿下，您身体不好，还是照夫人的吩咐静养吧。禀告殿下，狐狸将军有消息了。连州抗陈，不愧是我高长恭的好兄弟。快去取纸笔。是。你快去，马上传给狐狸大将军。是。青锁，就算我没办法去周国，也能很快见到你了。你是谁？我是谁不重要。你看，这个玉石项链是不是很美？美，很美。这么美的玉石项链，你想不想要啊？想。想要就要听话。只要你听本仙子的话，本仙子就会把这玉石项链给你。你听不听本仙子的话呀？听话。那从今以后，你只要看到这个玉石项链，就要听本仙子的吩咐，知道了吗？知道了。落云乖，等本仙子要你做事情的时候，自然会来找你。你先睡吧，等醒了，就把现在的事忘掉。等本仙子来找你的时候，你再乖乖听话。睡吧，睡吧。落云乖，落云睡觉，落云睡觉。齐国第一美人，果然名不虚传。这么美的美人都不要，高长恭真是暴殄天物。唉，郑洛云啊郑洛云，以后只要你见到这个项链，你就是我的傀儡。就算是我叫你杀了高长恭，你也会毫不犹豫地去做。你这么想跟高长恭在一起，搞得自己身心俱疲，难怪这么快就中了我的招。唉，你就是心太软。要知道，这女人争男人，就如同男人争国家，你死我活，成王败寇。大冢宰抱恙多日，今日康复上朝，真是可喜可贺。臣要向皇上禀告陈齐和谈之事。
朕正欲与众爱卿商谈此事，大冢宰有何高见？臣要向皇上禀告陈齐两方和谈之事。狼子野心，昭然若揭，绝无修好可能，理当连陈抗齐。皇上，臣有不同见解。讲。臣以为，应审时度势，齐国的国力强于陈国，当与齐国结盟。放肆！大周与齐国连年征战，都忘了吗？许乾，你若误导了皇上，会成为大周国的祸国罪人。皇上，臣将大周、齐陈之间历年的边境战役做了详细记录。陈国攻击我国多于齐国。微臣在战场上与兰陵王和武明彻都交过手。依臣看来，虽然都是敌人，但兰陵王为人正直，深得百姓拥护，而武明彻阴险狡诈，百姓多有怨言。若能与齐国缔结盟约，实是边疆百姓之福。爱卿之言正合朕意。马将军，眼下谈的是联合纵横，考量国力，怎能凭你一人感觉就拟定联盟呢？大冢宰，胡律将军与兰陵王是我大周最强的对手，只要有他们在，大周若想击溃齐国，异常困难。若能够暂时稳住他们，就能够减少边疆战事，足可令百姓安居乐业，发展我大周之国力。等大周羽翼丰满，再谋一统大业。至于陈国，国君懦弱无能，将军飞扬跋扈，不足为惧。正是因此，朕已与胡律大将军初步拟定盟约，决定了联齐抗陈之策。国家大事是皇上一个人就做主的吗？朕是大周朝的皇上。好，微臣遵旨。历来谈和都是虚与委蛇，联齐抗陈不过是暂时之策。无论是谁，只要犯我边境，伤我百姓，动摇国之根基，就如同割朕之肉，饮朕之血。只要是我大周朝的敌人，我大周一定跟他血战到底。皇上圣明。有本早奏，无本退朝。臣有本启奏。启禀皇上，今年黄河泛滥，朝廷拨下赈灾银两，可华州太守严华庭挪用赈灾之款项修建私宅，百姓怨声载道，请皇上严加惩处，以平民愤。可有证据？微臣明察暗访，现证人已10余名，物证尚在搜集之中，不日即有眉目。皇上，华州太守是臣的外甥，臣万万没料到这个逆子胆敢如此胆大妄为，竟敢私吞赈灾款项。臣请亲自前往华州，将这个败类捉拿归案。大冢宰，我徐乾断案全凭证据，现在证据已然过半，待下官搜集好了证据，大冢宰再兴师问罪也不迟吧？难得大冢宰肯大义灭亲，但华州太守毕竟是皇室外戚，需慎重处置。众爱卿有哪位自告奋勇接手督察此案？皇上，臣愿往华州。我该怎么办呢？镇魂珠是不是在宇文邕手上？唉，眼看和谈就要结束了，镇魂珠的事还没有明目，我该不该跟胡绿光走呢？参见夫人，这是皇上吩咐给您送来的细玉檀香。现在外面的情况怎么样？外面没什么，是皇上怎么了？听朝堂换班的小山子说，朝堂上吵得厉害，是大冢宰。好像大冢宰很生气。糟了，一定是联齐抗陈之事。夫人，夫人！看来皇上要给大冢宰一个下马威呀！难办啊！
二虎相争，必有一伤啊！哎，有什么难办的？当然是站在大冢宰一边了。你没看朝堂上，连大司空皇上的亲弟弟都一言不发，分明是明哲保身呐。大司空历来都是站在大冢宰一边的，虽然他在朝堂上不说话，但私下里还不知道为大冢宰办了多少事呢。说的是，你们说，将来大冢宰会不会推举大司空继承皇位啊？哎，嘘，你怎么敢这么说话？死罪，死罪！哼，走吧。怎么会呢？怎么会这样？小弟无能，没能阻止皇上连旗，恐怕陈国将来对大周的攻击会更加频繁。还是你清醒啊！上面那个已经冲昏头脑了。小弟真不该参加瑶光殿和谈的。为什么？兄长抱恙，小弟本不想参与赌局，只是眼看蒲州不保，为大周着想，才跟青锁一起演了这出戏。蒲州虽然保住，可导致皇上没能看清多方形势，令兄长为难。四弟不必过虑，为兄知道，你是为了大周。当日叔父曾经嘱咐我照看你等兄弟，大周天下是你们的，你要好自为之。是，兄长。还是你稳重可靠，来日方长，四弟不必惴惴不安。哦，对了，我让厨房做了你最爱吃的桂花砂糖糕，银豹拿着在那边等你呢。多谢兄长爱护，四弟告辞。口口声声说我是大冢宰府的细作，没想到他是公开出卖皇上，投靠大冢宰。宇文邕啊，宇文邕，我算是看错你了。哼！大司空，大冢宰吩咐，将这2包东西交给大司空。有劳尹侍卫。不敢。大冢宰说，若是大司空喜欢，下次可以多做一点，送到府上去。兄长心细如发，何事不成？是，待我谢过兄长。主上还需护信回府，小人先行告退。您侍卫请。这个宇文邕在搞什么鬼啊？怎么会跟大冢宰府的侍卫私相授受？他拿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舅父，舅父救命啊！你不是在华州吗？怎么有空到长安来探望你的舅父了？舅父，徐前内司暗中调查华亭，企图污蔑华亭，已悄悄带走10余人，伪装人证，要陷害华亭。华亭恐污了舅父的英名，这才悄悄赶回长安报信。那你到底做还是没做？我说，我是贪图了一点点，不过这一点点也是为了孝敬舅父您啊！快把东西抬上来！抬出去！是。舅父，华亭自知徐乾必会去皇上那里告华亭的状。这个徐乾，他是惠州刺史，却跑去管我华州的事情，我恐怕日后再也见不到舅父了。从你请派华州赈灾起，寡人就知道你会闯祸。若不是徐乾找你的毛病，你还会想到有我这个舅父吗？华亭不敢，华亭心里一直有舅父，只是一直没找到回长安的时机。今日朝堂上，寡人已逼皇上下旨，要徐乾立刻到华州搜集物证。你知道该怎么做吗？多谢舅父，我知道徐乾在朝中一向与舅父作对，这次他到了华州，华亭必定要他死无全尸。徐乾断案如神，而且贵为惠州刺史，手下兵多将广，你务必要仔细筹划，
如要下手，定叫徐前无还手之力。是。还有，你知道未经宣召私自回长安是什么罪过吗？华亭知道，是死罪。华亭来时并未走前门，而是乔装打扮，从后门进来的。为了贪图这点小财，几乎毁了全家性命。若不是看在你去世的母亲份上，寡人绝不会管你。不可张扬，悄悄回华州去吧。是。主上不必担心，有大冢仔在，那徐潜绝对找不到主上的毛病。我害怕？本太守从来就没有怕过。我是大冢仔的亲外甥，谁人不知，谁人不晓。徐潜那是找死。别说我只是在赈灾款项里拿了点钱自己花，就算是进了皇宫藏宝阁，把里面的东西搬出来，谁又敢说什么？整个大周朝都是我舅父说了算。你是谁？我是大冢仔的亲外甥。哼，贪官污吏，人人得而诛之。宇文护、宇文毓，这下看你们还打不起来。哼！既然动用私刑杀寡人的外甥，我要去找皇上讨个公道。主上是三思啊！三思，在朝堂上我面子也就算了，现在居然暗算寡人的外甥，分明是想让寡人在众臣面前抬不起头。主上，凶手是谁尚未查证。再说这严太守未经宣调私自回京，他已是死罪。主上如此冲进皇宫，怕是得不到好处啊。是啊，主上，要师出有名，才不会毁了您的一世英名。主上何必急在一时呢？一世英名，没错。若不能保住大周基业，才是毁了寡人一世英名。我要让他看看，大周到底是谁的天下。主上的意思是？金虎，在。明日辰时，调集3000人马，以训练为名，校场等待。是。禀报，皇宫侍卫有多少是我们的人？一共500人，轮流在岗的有150人。你想办法调换岗职，明日起瑶光殿值岗的全部都换成我们的人。去吧。是。什么？严华亭被杀了？是，在离大冢宰府不远的街道上。看来，严华亭私回长安向宇文护求救。这样的贪官污吏，死有余辜。臣弟想，宇文护势必会将这笔账算在皇上头上。四弟，你来。皇上，讲。有人私下调换瑶光殿明日值岗侍卫的班职。我们还是慢他一步。朕只是担心一件事，就是青锁。朕知道你会不舍，可你要答应朕，送他离开。朝堂之战原本就是男人的战争，这些恩怨与他无关。他吃了太多的苦。他在这里指挥碍事，难保不会拖累大家。小弟自会安排送他离开。好香的桂花砂糖糕。这么好吃的桂花砂糖糕，不想吃？大冢宰府的东西，吃了我怕拉肚子。干什么？你敢跟踪我？谁给你的胆子跟踪我？放开我！不帮自己的亲兄长，
反而认敌作俑。宇文佑，我算是看错你了。你以为我会上你的当？你自然不会上当，是我傻，我居然会相信你跟宇文护互相牵制。现在我才明白，你心里想的是什么？是大周的江山。你真以为你能看透我？笑话！那你接近我，接近皇上，不也是另有所图吗？你知道了什么？我问你，知道了什么？原来你真的是这种人啊！宁愿背叛亲兄弟，换得自己的一息安稳，为了巴结大冢仔，是非不分。那你以为呢？大周乃大冢仔一手创立，谁能违背？谁又敢违背他的意思？所以，你就甘当别人的走狗？你少自欺欺人了。你呢？你是为大冢仔府的人，不惜嫁到了大司空府做侧室，受尽欺辱，却盘桓不去。你想要的又是什么？索性说出来，本司空给你。我想要什么？我只想离开你，越远越好。你的谎话我听够了。你的谎话我还听够了呢。既然你知道我是为什么来的，那就把镇魂珠给我。你只要把镇魂珠给我，我会走得远远的，让你再也看不见我。你岂不清静？你就那么想跟着胡绿光走？你是喜欢胡绿光，还是喜欢兰陵王？或者你两个都喜欢？是啊，我是喜欢，我谁都喜欢，因为我跟你一样博爱。跟我一样？你根本就不懂我的心。不懂你的心？你不就想着做皇帝吗？你根本就想要皇位。是又怎么样？你能拿我怎么样？彼岸花的泪在心上不断敲打，错过的我们又白了。宇文佑，你混蛋！你敢咬我？好，你明天就跟我走，你越远越好，我再也不想看到你。模糊了初见时的模样。我只想离开你，越远越好。天空蓝色的雨，冷冷落在心里。梦中的是你，冻结我只想离开你，越远越好。我的守候只为你，盛开在悬崖的花，温热今生的牵挂。岁月中的你，相识的脸颊，我却错过你年华。彼岸花的泪是我在尽头等待，你的轮廓触痛了哀伤。可惜交错的目你说你不走，光断了天涯，不是假的。醒了梦里的时光，这一世让思念无相忘，这一世让思念无相忘。看来，这是一场硬仗。大将军，小的不明白，
有何不明白？大将军，您与周国皇帝谈好了盟约，可若是宇文护坚持要与陈国结盟，那周国的皇上还靠得住吗？现在长安城里杀气这么重，难保周国皇帝不会丢车保帅，舍弃与大齐的盟约，去讨好大冢宰。到时候，周陈联盟，大齐嫌疑。大将军为何不筹谋自保，反而在看皇宫的地形？你怕死？小的不怕，小的只是担心将军。国与国之间，纵横交臂，就像一场赌局。所有人的性命都在这场赌局里，一旦进去，就没有出来。国家的权势斗争，更像赌局，一场生死之战。现在我能做的，只有隔岸观火，看看周国的结果和选择。那以大将军来看，宇文毓和宇文护，谁会赢呢？宇文毓宁死不屈，宇文护老奸巨猾。现在看来，还很难说。除非……启禀大将军，有飞鸽传书，快整！周国形势已知，已派李将军与赵将军于边界部署大军，随时调派。事成之后，速带青所归。袁清所，看来长公是一定要袁清所去大齐了。我该如何告诉他？参见皇上。平身。找到了吗？奴婢们找遍了整个皇宫，都没找到夫人。再去找，50余元之前一定要找到。是。哦，臣弟想帮青所准备一些随身带的东西。应该的。该做的都做了，剩下的就只能听天由命了。四弟，记住朕的话，你做你的事，朕做朕的事。倘若无事，便相安无事；倘若有事，则惊天大事。看来，要是我在饯别宴前离开皇宫，就见不到皇上了。怎么办呢？一定要把宇文邕勾结宇文护有所图谋的事情告诉皇上才是。请参见大周皇上。大司空，胡律将军免礼。谢过。朕在瑶光殿准备了宴席，为胡律将军饯行。多谢皇上。启禀皇上，大冢宰身体微恙，不能进宫了。胡律将军，请。大司空，夫人在西殿回廊。什么？你到底想做什么？带我去见皇上。皇上正在宴请胡律光，不会见你。宇文邕，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？皇上现在有危险。皇上的事用不着你管。你现在马上回客房，楚总管在那儿等着你，他会带你出宫。出去之后不要再回大司空府，任凭你去哪儿。回故乡也好，去齐国也好，随便你。你说走就走，我才不走呢。你说什么？不，
我不走。为什么不走？你不是一直都不想面对我吗？还是你喜欢上了皇上，离不开他？随便你怎么说，反正我就是不走。我命令你走，听到没有？我本就没打算在这里一直待下去，我有离开的时候，可不是现在。你必须走，你不走我就压你走。你这个人，参见皇上！雕虫小技！袁清所，你给我站住！大司空，皇上和狐狸大将军在瑶光殿，正催大司空您过去呢。带路。是。狐狸大将军，联合之事，朕甚感欣慰。本想筹措御宴为将军饯行，没想到大冢宰身体微恙。在下既然与皇上签订了攻守同盟的盟约，自然会尽力维护皇上。更何况，连大司空府侧室夫人都肯不顾性命保护皇上，而我堂堂男子汉，怎会看不出端倪？大将军是诚信之人，看来朕没有选错缔结盟约的对象。想必皇上还有许多要事处理，3日之后便是在下回国之日。长安城品物繁华，在下想趁这2日多购买些物品带回国。在下先告辞了。好，将军启程之日，朕必定会隆重送行。恭送大将军。谢皇上。大将军，周国皇帝与大冢宰不和，何不利用宇文护杀掉周国皇帝，好让殿下发兵？到时候说不定周国就此灰飞烟灭，我大齐可以一统天下了。哼，看来你也是小看了周国的皇帝，他与大司空兄弟联手，不可小觑。还是大将军聪明，小的佩服。对了，大将军，您就不怕宇文护报复？大将军好像没给宇文护颜面。哼，好像我也没有站在周国皇帝那边。宇文护凭什么报复我？说的也是。好了，多买些东西，带回去送给洛云。是。大司空，婉儿，大司空脸色不太好啊。想必周齐联盟已成定局，你也知道了。我正头疼，该如何向大冢宰交代？婉儿略有所闻，大司空天生聪颖，这些小事是难不倒大司空的。话是这么说，可是本司空两头为难。倒是你，能不能替我出出主意？何不按照大司空当初的想法，丢车保帅？你也知道我心里的想法，此刻丢了元清所倒是无妨，只恐丢了其他的宝贝。阿庸若想独吞镇魂珠，势不可行。此话怎讲？盯住镇魂珠的，并非你一人。除了大冢宰，还有谁？恕不能相告。婉儿，你是站在我这一边的吗？那就看阿庸怎么做了。那你要我怎么做？
婉儿跟随无尘大师为皇上调理身体，学了不少药理。这束花有提神醒脑的功效，就送与你吧。多谢婉儿。本司空知道，婉儿有些话不方便说。我今日就要回大司空府了，还请婉儿到府中做客。那是当然。阿雍可还记得答应过婉儿的话吗？当然，婉儿的一字一句都记在心里了。你放心吧，我绝对不会对不起你。青锁妹妹，阿雍，他怎么了？管他呢，婉儿，多谢了。臣女参见皇上。平身。皇上终于召见臣女了。朕不是不见你，皇上。青锁，答应朕，无论何时何地，都要好好保护自己。嗯。朕本来想要奖赏你，可朕看你并不稀罕金银珠宝。你跟朕说起过，你想要找回你的记忆。是，只是现在大敌当前，大冢宰虎视眈眈，恐怕不是我找回记忆的时候。那朕就告诉你，朕所知道的你。你冰雪聪明，让朕对你过目不忘。记得你第一次进皇宫见到朕的时候，若你能答出朕方才的问题，朕便将帕子还给你。萤火虫虽然渺小不起眼，却也有它的灵性所在。皇上难道没有听过那句诗吗？腾空类星陨，扶树若生花。平移神火照，莲似夜珠明。逢君时光彩，不令此生轻。朕想过，你确实是有备而来。有备而来？对，一切都是宇文护精心安排的。朕本以为宇文护是要把你献给朕，作为他在朕身边的眼线。朕本来想答应，可是没有想到，宇文护的目标竟然是四弟。这么说，我果然是宇文护派去大司空府偷镇魂珠的细作。你失去了记忆，宇文护把你派去大司空府的真正目的不得而知。不过，在此之前，确实有一些流言，声称可左右天下安危的镇魂珠就在大司空府。而在你来到皇宫之前，确实也有人悄悄潜入过大司空府。结果呢？镇魂珠在大司空府只是一个传言，结果可想而知。镇魂珠在大司空府真的只是个传言吗？也许镇魂珠本身就是一个传言。我不明白。镇魂珠源自一个传说，700多年前，秦始皇东巡渤海，在海上看见了海市蜃楼，以为是神迹，遂派徐福出海寻仙药，并在方士陈吉的建议下，打造了3件宝器，分别是镇魂珠、青鸾镜，还有离殇剑。3件宝器环环相扣，缺一不可，唯有凑齐，便可一窥一统天下的秘密。3件宝器，那它们都长什么样子呢？镇魂珠就是一枚珠子，外形与其他珍珠无异，为何称其为宝器不得而知。离殇剑是一把宝剑，据说有洞天撼地的力量。至于青鸾镜，顾名思义是一面镜子，传言而已，虚无缥缈的很。只有集齐才能一窥一统天下的秘密，那它们都在什么地方？在陈吉的建议下，秦始皇建立了天罗地宫。相传青鸾镜就存放在天罗地宫里面。可是天罗地宫建成之日当晚，所有的劳工与监军士兵都死于非命。据说那是一场神秘的瘟疫。
就连设计天罗地宫的陈吉都没有幸免于难。只是陈吉的妹妹端木一珠，最后却盗走了镇魂珠。这个端木一珠明明姓端木，那为什么会是陈吉的妹妹呢？陈吉原本姓端木，端木一族以术数闻名于世。陈吉自知秦始皇残暴，故意隐藏了姓氏，以防给家人带来灾难。那后来呢？后来四大侍卫用尽方法，还是没有能把镇魂珠找回来。镇魂珠的下落成为了一宗悬案。秦始皇大怒，令四大侍卫在身上烙下代表身份的烙印，便让四大侍卫发下毒誓，世世代代以青龙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四方位镇守天罗地宫。原来四大护法竟然是这个来头。怎么，你知道四大护法？我也只是听说而已。皇上，按说从秦始皇到大周朝已经有700多年了，镇魂珠什么的，难道一直没有被四大护法追查到，去打开天罗地宫吗？朕也在想，到底是机缘巧合，还是有人故意为之？这里面只怕还有更大的阴谋。